大家好，我係14組群力促進會第一候選人何潤生。面對而家我哋居民咧所面對嘅包括我哋嘅安居難啦、睇病難、搭車難，我哋嘅托兒難啦、養老難，以至到我哋中產嘅向上流動難咧。咁因而咧，我喺今年咧亦都會繼續咧去參與新一屆嘅立法會嘅選舉。咁作為一個嘅民選嘅議員咧，喺我一向嘅工作嚟講咧，我都會走喺社區嘅最前線去親力親為，聆聽民意。作為我嘅工作咧，亦都係民生係無小事，只有去做好每一件嘅民生事咧，先至可以講得話以民為本，同埋唔辜負咧你哋對我嘅期望。咁喺過去嘅工作裏面咧，雖然我亦都係好盡心盡力咁樣做，咁但係亦都係發覺政府咧有好多方面係做得唔好，亦都係需要我哋作為你哋選出嚟嘅議員咧，繼續喺議會裏面話俾政府聽，佢有啲咩工作做得唔啱，監督政府嘅施政，同埋亦都係話俾政府聽喺呢個嘅我哋經濟高速發展嘅一個嘅背後咧。我哋亦都係存在咗有好多嘅問題。咁好似喺以往，我係着重關注嘅大家嘅一個嘅安居難嘅問題。喺回歸之後，其實我哋政府喺公屋方面係做得係非常之差嘅。咁雖然我係作出咗努力，政府亦都作出咗一個嘅19000嘅公屋嘅承諾。咁但係好多居民亦都話俾我聽，呢個係還債。咁於是，我亦都喺過去嘅工作裏面，要求政府要重開呢一個嘅公共房屋，咁但係而家政府嘅所謂嘅公開咧，亦都未能夠咧滿足到我哋一啲嘅打工仔嘅一個嘅訴求。咁另外私樓嗰方面亦都出現而家嘅樓價咧，已經係脫離我哋本地居民嘅一個購買能力。咁所以喺未來嗰方面咧，我會繼續喺議會裏面監督政府，去落實各項嘅有關嘅施政，去使到我哋居民能夠解決佢嘅安居嘅問題。對我嚟講，我哋作為一個嘅14組嘅群力嘅議員，喺未來嘅工作裏面，我會繼續為大家做好服務，為大家咧喺議會裏面爭取權益同埋一個謀福祉。過去係咁，現在係咁，將來亦都係咁樣。呢一個亦都係我對你哋嘅一個不變嘅承諾。請支持14組群力促進會。我哋呢一個團隊係一個能夠為你改變種種不合理嘅社會現實。請投我哋14組群力一票。多謝大家。你會睇到我喺過去4年工作裏面呢，我包括除咗一啲嘅理性嘅監督。包括書面質詢口頭質詢特首嘅答問以至到一啲嘅施政嘅辯論咧，我都將居民嘅安居嘅問題放喺首位。咁除咗呢個之外咧，我自己亦都做咗一啲嘅適當嘅一啲嘅抗爭嘅行為。亦都包括我喺議會裏面舉個辣椒啦，要求政府要重視而家呢個嘅樓市嘅炒風，去壓抑呢一種嘅行為，使到澳門嘅私人嘅樓價咧能夠一個嘅穩步健康發展。另外我亦都即係對於19000承諾，喺過去我亦都同過一啲嘅市民喺個街度遊行過，要求政府盡快去還呢啲債，去即係話重建呢一個嘅有關嘅公共房屋。咁而後19000嗰方面咧，亦都發覺啦，政府19000係還債，後19000並未有一啲嘅實質性嘅一啲嘅規劃。咁於是，我亦都喺舊年亦都搞咗個重開公共房屋嘅簽名大行動，亦都有3萬個簽名。咁亦都促使政府特首喺2013年嘅施政咧能夠重開。咁其實亦都係帶出咗咩問題呢？其實喺我哋經濟發展嘅同時呢，政府嘅施政係跟唔上。另外有關嘅跟進呢啲水患嘅部門呢，由於係涉及於多個部門，有民署、有公務部門、有建設辦，喺呢方面我哋亦都發覺啦，政府正係亦都係同樣犯咗一啲嘅詬病，就係咩呢？跨部門嘅工作就係互相推諉、互相卸責。
咁所以呢方面我哋係長期跟進嘅。每一次水患，我哋都係落到去每一個社區裏面咧，去同居民去了解。真係出現咗問題嘅，喺過去黑格比09年嘅時候呢，我哋亦都要求政府對於呢啲受害嘅一啲嘅小商小戶呢，要有一啲嘅政策去使到佢哋咧點樣去恢復翻佢哋一個嘅營運啊，一個經營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事件呢，其實特區政府有好大嘅改善空間，因為當日呢，出咗呢個問題之後呢，其實佢哋係冇一個嘅機制去馬上解決居民嘅當晚以至到一個近期嘅一個嘅包括安頓問題啦，包括佢哋嘅支援問題等等。咁正我哋今次喺呢度呢，作為一個嘅地區嘅一個嘅社會服務機構呢，我哋馬上發揮呢個作用，先解決咗居民嘅短期嘅安頓，以至到佢哋嘅一啲嘅急於嘅一啲嘅支援等等呢方面嘅工作。咁而家其實時間咧都已經成年啦。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咧，我哋係密切咁樣同住有關嘅包括佢哋嘅管委會啦，同埋一個嘅關注小組咧，一齊去跟進有關嘅事情。嗱，我哋睇翻呢件事咧，點解到而家咧都好似即係話原地踏步咁樣？各方其實而家咧都為住自己嘅本身嘅利益咧去做大量嘅工作。咁政府喺呢方面嘅處理咧，亦都未能夠咧使到有關嘅即係話去將來點樣去包括重建又好，包括一個嘅修復都好咧，未能夠有一個嘅具體嘅方案。咁喺未來咧，我哋會同埋有關業主會以至到佢哋一個嘅關注小組咧，會繼續要求政府咧，一方面點樣進行一個綜合性嘅一個嘅檢測嘅一個嘅比較全面嘅報告，另外一方面咧，亦都點樣去推動盡快，無論係重建，以至到將來嘅一個嘅修復咧，亦都需要有一個具體嘅方案。因為而家似乎嚟講，做咗咁多功夫咧，都係處於一個嘅原地踏步嘅一個階段。咁我哋會繼續解決咗或者冇解決過呢個問題？其實而家係未解決嘅。咁其實呢個問題，我覺得咧，如果係即係大家都喺呢方面有一啲嘅疑問或者疑惑嘅話咧，咁我相信都係可以通過一啲嘅即係話法律啦，以至到一個嘅司法嘅程序。因為呢件事其實喺過程裡面，我覺得都係好複雜嘅。咁而家再到即係再將嗰個時點去返當時嘅話咧，咁但係由當時到而家，其實而家大家都睇到咧，呢件事我亦都未接觸到有一啲嘅更加新嘅一啲嘅情況，所以我嘅亦都好希望咧喺呢方面，如果大家對於有啲咩嘅懷疑，其實澳門亦都係一個法治嘅社會，喺處理裡面如果有一啲不公嘅或者不平嘅，咁我覺得我哋喺呢方面咧，亦都係即係話市民亦都係需要喺呢方面咧，喺啲從法律嘅程序以至到一啲司法程序都可以。咁但係我想強調嘅就係話咧，喺呢個嘅處理呢個嘅青洲坊呢個木屋方面咧，其實我哋嘅坊會咧係長期都係關注到有關我哋嘅居民嘅一個嘅合法嘅權益。咁喺面對裡面有咁多嘅一啲嘅住戶咧，其實我哋都長期咧同佢哋一齊去點樣去處理好呢一件事。咁我覺得我哋坊會呢方面嘅工作咧，已經係做咗大量嘅。嗱，咁其實對於加二加八咧，咁我自己嘅睇法咧，其實就話係屬於民主政制裏面咧，我亦都持一個咩態度咧？就係呢個亦都唔係我哋一個嘅最高嘅一個目標。咁但係基於大家都即係回憶都知道嘅，因為當時喺有關嘅喺呢個政制發展嗰方面咧，其實當時亦都有一啲客觀嘅一啲嘅政治嘅環境啦，同埋當時都社會上大家都有一個嘅討論，咁最終咧就行咗呢一個嘅加2+2再加100呢一個嘅方案。咁我覺得呢個唔係即係我自己一向都係唔認為呢個係一個嘅最高目標。咁我亦都會咧繼續喺呢方面咧點樣去同居民一齊去將我哋未來嘅政制發展咧去繼續去討論，去睇下我哋未來咧應該係點樣走呢個嘅民主發展呢一個嘅道路。
我自己嘅即係自己嘅睇法啦。咁我自己亦都係直選議員，咁亦都覺得咧，即係話整個嘅立法會，我諗將來咧都係喺呢個嘅直選嘅議席嗰方面咧，應該係要有所提升嘅。咁至於話提升幾多，我覺得社會可以討論，因為呢個亦都係剛才所講嘅，係民主政制發展裏面，我哋立法會嘅組成，將來係咪喺呢方面個比例，我哋直選要多啲咧？咁另外一方面，其他嘅諮詢機構咧，我覺得而家都係有好多要改善嘅。我哋成日都詬病乜嘢咧？就話一個人兼太多個職，亦都有我哋而家嘅諮詢機構咧，一年可能開1次會、2次會、3次會，根本呢個就唔係一個嘅應有嘅一個嘅作用。咁另外，政府對於呢啲諮詢機構其實亦都有好多做得唔足，好多佢哋所發表嘅意見，亦都未能夠咧喺政府嘅決策裏面、施政裏面咧能夠充分體現，亦都未能夠話將一啲嘅接受嘅意見，以至到唔接受嘅意見，亦都冇一個嘅透明度。咁我諗呢個方面真係需要咧喺未來嘅我哋嘅一個嘅政府嘅一個諮詢機構裏面咧，係需要一個比較着力去改善呢一方面嘅。剛才你所講，我覺得亦都唔知你係從邊方面咧去睇到呢啲嘅評價。網上啊。咁所以就話啦，嗱，對於一個新人咧，我覺得社會上係應該俾機會新人，亦都唔能夠打擊一個新人去一個嘅今次一個去參與呢個嘅選舉。所以我亦都覺得今次其實對我哋群力咧喺呢方面係有一個嘅社會嘅一啲嘅，無論係網上嘅一啲嘅抹黑啊，以至到我哋喺一啲嘅去社區裏面去同居民介紹我哋嘅政綱，亦都碰到有一啲嘅騷擾。咁我覺得呢個選舉唔係我哋所要嘅，我哋應該希望我哋嘅選舉乜嘢咧，係一個公平、公正同埋一個嘅一個廉潔嘅一個嘅選舉。嗱，我自己嘅咁嘅睇法啦，對於一啲嘅即係話涉及於一啲刑事嘅一啲嘅暴力咧，施暴者咧，我哋係需要有一啲嘅法律嘅一啲嘅阻嚇，並且係唔能夠姑息養奸。咁但係對於一啲嘅受害者咧，其實我哋亦都從一個咩角度咧，點樣去保護佢，點樣去使到佢咧能夠係一個嘅家庭嘅完整性嗰方面咧，我覺得係需要考慮嘅。因為從我哋作為一個社福界咧，我哋接觸好多嘅個案，都發覺咧，即係話喺一時衝動之下，可能會有一啲嘅即係輕微嘅一啲嘅可能一啲嘅叫做接觸啦，身體嘅接觸。咁但係相對嚟講咧，喺事後，可能大家又感覺到冷靜落嚟咧，原來就話其實我哋一個家庭嘅完整性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所以我覺得咧，唔能夠一刀切。如果你只係話家暴係咪一個工序咧？呢個我覺得咧係有一個唔完整性。其實社會上而家咧都從唔同嘅角度咧去探討呢一個嘅家暴嘅問題。但係對於家暴定性為工序咁簡單幾個字咧，我覺得係需要有更加豐富嘅內涵咧。總嘅嚟講，我係贊成呢個嘅家暴法一定要盡快立法。但係裡面嘅，我覺得應該係社會上通過一個比較大家一個比較廣泛嘅討論咧，而政府亦都需要咧去吸納社會上嘅一個嘅意見，點樣去完善好呢一部嘅法律。嗱，其實我哋係真正告急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喺宣傳期呢段時間，剛才我都介紹咗，我亦都可以再重複就咩咧？一個我哋喺有關接觸居民去介紹我哋呢一個嘅參選政綱理念，我哋係遭到一啲嘅即係話別有用心嘅人去對我哋騷擾啦，阻礙我哋去接觸選民。咁另外一方面嘅，我哋喺網上亦都被人哋抹黑。包括我本人啦，黃潔貞，以至到我哋嘅選舉嘅團隊。咁另外一方面嘅，我哋喺一啲嘅電台啦，以至到電視辯論。咁我哋已經係按照有關嘅一個規則咧去進行辯論嘅。但係正正大家亦都睇到我哋咧係俾多方圍攻。咁我哋黃潔貞小姐亦都收到一啲嘅恐嚇性嘅一啲嘅資訊。咁所有呢啲咧，其實
多方都係打壓住我哋14組呢個嘅群嘅呢個參選嘅隊伍。咁所以我哋亦都有感到咧，而家喺議會裏面咧，相對嚟講，能夠代表我哋嘅廣泛居民嘅一個嘅利益嘅一啲嘅民選嘅議員咧，相對係聲音比較少嘅。咁我哋亦都係得到好多嘅支持者對我哋咧，亦都好希望能夠有更加多我哋群力嘅議員喺議會裏面為佢哋發聲，為佢哋去爭取權益。咁所以今次我哋呢個報急亦都感覺到受到多方嘅威脅，亦都睇到而家嘅選情咧，係非常之嚴峻。咁我亦都希望咧能夠支持我哋14組群力嘅朋友咧，能夠每票必爭，能夠伸出佢哋嘅支援，能夠使到我哋咧群力嘅議員咧繼續喺議會裏面咧繼續為佢哋服務。